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10，旧历的2月17，礼拜二。因为锋面通过台湾，昨半暝大雨就落甲变叫。气象局针对台中以北、南投甲花莲等10个县区来发布着大雨特报。这个锋面加上原本是大陆冷气团的冷空气的影响。 北部阴暗是愈暗愈冷，明仔载透早上低温只有14度，过来这个周末受到另外一波锋面甲冷空气的影响，天气嘛无介好。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春天的天气真够变化，爱注意家己的身体。 今仔日早上雨落真大，新北市树林累积雨量来到96毫米，气象局会早针对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 苗栗以北普遍降雨，其中桃园和双北都出现了大雨的现象。而随着锋面向南移动，中南部地区雨也开始在下。锋面通过加上逼近大陆冷气团的冷空气影响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拢转凉冷。今仔北部温度15到19度，中部18到25，南部21到30，东部是16到26度。拜三透早是这波冷空气影响上强的时阵，北台湾低温14度。星期四却有另一道锋面要再影响我们，但是在冷空气减弱的情况之下，各地温度是回升的。在星期四一道锋面要接近的时候，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下雨的几率。随着两波锋面以及后面冷空气影响，温度的变化很大。然后在锋面影响的时候，大部分地区都有下雨的几率。 刷来拜四，有另外一道锋面通过，带来水汽。拜五到后礼拜一，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温度下降。估计北部低温是13到14度。春天到，天气2天就变化，注意爱穿好少，唔通去冷着。